大家好，又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2月18號星期六，由我范明雅同大家主持第20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我哋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係5058萬。咁由於連續3期嘅頭獎都冇人中，所以係有累積多寶獎金2356萬。而投注總額嘅15%，即係75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咁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湯修齊 MH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香港數字戶同鄉會會董秦建良先生。歡迎晒兩位，同大家介紹下受惠機構。香港數字戶同鄉會成立於1946年，長期致力推動本港嘅教育、醫療及安老等社會服務。該會屬下嘅3間中學、1間小學，1996年創辦國際學校，堅持以普通話教學。2間護理安老院為200位長者提供舒適整潔嘅居住環境，讓佢哋安享晚年。另外，該會有醫療中心，提供包括全科、牙科、化驗、物理治療及中醫等一站式價廉質優醫療服務，更為綜援人士提供免費私診等等。詳情可瀏覽以下嘅網址，又或者係致電25244758。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電視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開始第20期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5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5。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8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8。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7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17。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2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2。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0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0。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7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7。最後一個攪出嚟特別號碼係45號 ，The extra draw number is 45。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佢哋分別係5號、8號、12號、17號、20號、37號，而特別號碼係45號。如果大想查詢六合彩結果或者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嘅網頁。咁如果中獎10蚊一注，公佈嘅獎金係超過500萬嘅，所有電話投注或者現金投注嘅中獎人士，請立即致電1817向馬會登記，而登記嘅時間係直到聽日下晝嘅5點鐘。咁節目時間到咗呢度又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晚嘅2位監場嘉賓，唔該晒2位。咁而下一期六合彩將會喺2月21號星期二晚9點半鐘舉行。咁而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大家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預祝各位好運，下期再見啦，拜拜。